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各位，歡迎收睇《澳門萬象》，我係林濤。現時澳門嘅學校大多數仲係以成績為主嘅傳統教學模式。如果有啲學生佢嘅特長唔係喺成績上面嘅話，好可能就會被排擠喺主流之外，過早咁樣離開學校，咁樣就容易令到呢啲年輕人出現行為偏差。有從事教育工作嘅學者就認為，學校、家長、社會3個方面應該各司其職，發展多元嘅教育模式，提供一個健康成長嘅環境俾青少年。10幾歲青少年本來係喺學校接受教育嘅大好時機，有青少年就係因為成績差選擇放棄學業，傳統嘅教育模式容唔落佢哋，又話處處嘅社會呢啲青少年應該點樣自處，而社會嘅急速發展令到呢啲青少年無從選擇，甚至成為被選擇嘅群體。佢哋會挑一啲家庭背景，我哋講嘅文化資產比較豐厚嘅一啲嘅學生去教，我哋大家會見到有好多雙職嘅家庭出現，而呢啲家庭呢，亦都係我哋講嘅文化資本係比較薄弱嘅家庭。咁喺整個主流嘅單一論述裏面呢，佢哋往往係被排擠喺學校以外。黃素君認為，澳門喺經濟發展嘅最初，整體嘅規劃同埋準備工作已經不足，而政府決定以經濟作為主導嚟發展嘅時候，就冇發現有啲群體已經喺潛移默化入邊被犧牲。以往嘅咧，爸爸出去做嘢，媽媽會多啲時間去陪個仔女。但係因為而家人力資源緊張，嗰個薪酬係飆升，咁結果咧亦都會吸引咗媽媽出去做嘢。咁原來呢啲嘅經濟而引導到家庭結構上邊嘅改變，而呢個家庭結構嘅改變係延伸到去教育嘅問題咧，係好少去評估呢一個風險。過早離開學校，令到部分青少年嘅價值觀開始出現扭曲，奉行拜金主義、不顧後果嘅及時行樂，呢啲不正之風，令到青少年迷失自我。學生離開咗學校本身咧，就已經處喺一個比較高危嘅處境。太早嘅時間離開學校咧，佢哋同犯罪行為或者一啲偏差嘅行為嘅聯繫咧，我哋叫相關嘅狀況咧，係會偏高嘅。關志輝呼籲家長喺發現仔女出現偏差行為之後，唔好以家醜不可外揚嘅心態置之不理，最後導致冇辦法挽回嘅結果。我相信好多家長其實都未必有呢個能力或者資源去幫到小朋友嘅。咁我相信而家澳門嘅社會服務機構都多嘅，咁去求助呢，其實唔難，只要家長肯行出去打個電話，無論係邊個機構都好嚇，可能佢都揾到一啲合適嘅援助。澳門經濟騰飛，而青少年成長嘅空間就越嚟越窄。家長、學校、社會同埋政府應該多方合力，加強與青少年之間嘅溝通，為青少年嘅成長提供更多嘅正能量。澳亞衛視記者黃家軒同陳健喺澳門報導。唔單止教育模式單一，青少年嘅活動場所亦都係相當缺乏，而且政府喺土地嘅批給上邊，對公眾嘅活動場所，尤其係青少年嘅活動場所，並冇進行一定嘅傾斜。青少年無處可去，而且政府對一啲泛夜場概念嘅場所，好似酒吧啊等等咁嘅娛樂場所咧，對未成年人嘅進入時間同埋年齡限制並唔明確，更加助推咗青少年流連夜場嘅興趣。青少年喺夜場容易成為不法分子嘅侵害目標，尤其係喺酒精同埋違禁藥物嘅影響底下，容易滋生惡性侵害。而政府對未成年人進入夜場嘅時間同埋年齡並冇作出任何嘅限制。立法會議員陳美儀就呼籲政府應該盡快修改現行嘅法例，完善夜場對未成年人嘅限制。其實我哋澳門咧係缺乏相關嘅法律嘅。而家我哋嘅法律咧係冇規管一啲賣酒俾年青人嘅。喺法律上咧應該要規管18歲以下嘅年青人係唔能夠進入酒吧，同埋咧係唔能夠賣酒精去俾18歲以下嘅年青人。除咗政府冇立法限制未成年人進入夜場，政府更加冇俾青少年提供更多嘅活動場所同埋活動時間，呢個令到年輕人倍感無奈。我哋嘅自由波地咧係唔足夠，
咁我哋而家嘅政府嘅取態咧，就係將體育設施同埋體育活動咧係好常規化同埋好制度化。我哋嘅青少年必須要 book 場。青少年大部分嘅情況都係我哋去打波落去啦咁，但係原來冇 book 場。彈丸之地嘅澳門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匱乏係不爭嘅事實。但係政府喺土地嘅規劃同埋批給上邊並冇對公眾活動場所作出適當嘅傾斜。喺娛樂場不斷大興土木嘅映襯底下，公眾活動場所嘅匱乏，令到政府關注青少年成長嘅口號顯得有姿勢冇實際。其實政府咧往往咧係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咧，所謂建立咗一個制度咧，就等於做完嘢。咁但係咧，佢最重要就係一個叫做執行。而家現時大部分嘅委員會咧，都係一個諮詢嘅機構嚟嘅啫，即係只係能夠俾意見，完全係冇一啲嘅效力，亦都冇一啲嘅執行力。政府喺關注青少年成長方面遇到瓶頸，法律嘅缺失、場地嘅限制，令到年輕一代陷入兩難。點樣改善青少年嘅成長環境，仲需要政府用實際嘅行動回應公眾嘅訴求。澳亞衛視記者黃家軒、陳健，澳門報道。對於新簽署嘅巴士合同，政府會主導線路調整同埋班次安排。咁同時，低票價同埋乘客嘅免費轉乘政策唔會改變。特區政府同新時代巴士公司簽訂巴士批給合同，7月1號正式生效。政府主導線路調整同埋班次頻道嘅主導權，新公司嘅利潤上限係3%。市場獨斷一個性質，再加上呢一次由於政府嘅低票價政策作出相應嘅一個財政援助，所以喺制度上面，喺實際需要上面，應該係有一個利潤上面嘅封頂。新合同唔再係政府收取乘客票款，再向巴士公司支付服務費，而係乘客票款由巴士公司收取，政府向巴士公司提供財政援助。以小巴為例，政府根據過去6個月接手綠巴營運嘅數據確定，小巴嘅每公里服務價值係15個8毫9，減去每公里平均票收6個1毫2，剩低嘅9個7毫7。就係政府嘅財政援助金額。根據新合同嘅行車公里數計算，政府每個月預計支付1700萬俾新時代公司，係略低於政府營運時嘅營運成本。佢必須要通過積極同埋好努力嘅一個改善服務措施，先至係可以達到一個收支平衡。同時，新嘅巴士合同亦都引入評鑑制度，根據評分嘅多少，調整政府支付財政援助嘅比例，以及巴士公司利潤上限嘅比例。顧客同埋專業嘅一個團隊嘅一個檢測嘅一個工作，同埋係配合埋我哋交局嘅一個監察隊伍去統計嘅資料，包括埋警方方面嘅一個違例檢控嘅資料。而新嘅巴士公司需要全數買入綠巴嘅資產，預計需要9700萬元。澳亞衛視記者霍慧慧、黃冠中，澳門報道。新時代巴士公司今日亦都召開記者會，公佈相關嘅事宜。接手維澳聯運嘅新時代巴士公司紅色標誌首次喺記者會上露面。對於維澳聯運呢個爛攤子，新時代初步預計先用1億9千萬用嚟購買資產同埋員工嘅解僱賠償等等，亦都出動咗銀彈攻勢鼓勵原先嘅維澳員工留低，包括保證薪酬不變、加5%嘅底薪同埋一次過獎金等等。每位司機只有願意簽約高達3萬蚊就可以代代平安。新時代就預計3年嘅合約期入邊唔會出現虧損。以後營運呢，其實我哋又要走夠政府嘅班次，又要保證呢係盡量保證啊，咁你打得到政府嗰個預算嗰個票數，其實係營運上邊係有好多唔確定嘅因素嘅。但係呢始終呢，我哋係做過測算嘅，希望呢單業務呢係成個合同期係可以做到呢，至少係保本。之前一直擔任澳巴董事總經理嘅方立群，而家轉戰新時代。佢話雖然新時代嘅司機薪酬福利已經比澳巴高，不過按照目前嘅市場，就算再高薪，亦都難以挖角。至於會唔會向大股東中旅求救，借調兩地牌嘅司機幫忙，方立群就話法律上並唔容許。都係獨立運作嘅，因為中旅嗰邊都唔夠，所以呢暫時都唔會，我哋唔會做呢件事。係。
因為澳巴呢，其實呢都係澳門一間好多年嘅一間本地企業㗎啦。你話請外勞呢啲事情呢，其實始終係最後係政府嗰度係去做決策嘅。新時代公司股東成員主要由澳巴同埋同屬中旅嘅澳門汽車綜合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剩低嘅一股由南方實業有限公司持有。華為視記者馬永飛同李彬彬喺澳門報導。政府用6巴轉手嘅契機同新時代公司簽署一份新嘅合同，咁將廉署報告指出嘅舊合同違法問題進行修正。咁但係另外2間依然運作當中嘅巴士公司嘅合同將點樣修改？咁社會係高度關注。法務局局長張永春話：對另外2間巴士公司嘅合同轉換有信心。我哋有信心可以同2間巴士公司進行商談嚟如何轉制。合同制度嘅轉變對特區政府有好處，對2間巴士公司都有好處。如果咁話，佢2間巴士公司就係唔想住，咁點？雖然呢方面咧，第一合同裡面咧有相應嘅特區政府可採取一啲措施可以做到嘅。不過我哋相信唔會去到呢個階段，仲監應該唔會去到，最少我自己嘅評估唔會去到要去到法院去打官司。講翻嚟，仲有奧運奧事。奧運奧事今日會關注澳門經濟發展咗，但係就將我哋嘅仔女揈咗喺後邊。本澳嘅博彩業同埋服務業嘅崗位係需要輪班嘅，令到唔少父母好難抽時間去管教同埋照顧自己嘅仔女，亦都間接令到青少年出現各種各樣嘅偏差行為，失去咗家庭嘅及時糾正。嗱，冇行開，稍翻嚟繼續澳門萬象，我哋轉頭見。繼續翻嚟澳門萬象，我係林濤。大事小事，澳人澳事，緊關你事，即刻去講。本澳經濟高速發展，尤其係博彩業同埋服務業嘅崗位輪班工作啊，令到唔少嘅父母咧，平時真係好難抽時間去管教同埋照顧自己嘅仔女，間接令到青少年咧出現各種嘅偏差行為嘅時候，失去咗家庭呢個支柱嘅及時糾正。例如話去夜場啦、濫藥啦、網癮啦，以及越嚟越令到社會關注嘅隱蔽青年問題，以至不時會有媒體報導一啲令到社會好震驚、令到我哋好驚愕嘅家庭倫常慘案。相關題我哋一齊探討下。今日呢個世界賓係澳門立法會議員陳美儀，歡迎你，陳議員。你好。咁啊，講到呢個夜場文化影響青少年嘅健康發展啦嚇，咁但係其實一個巴掌咧係打唔響㗎嚇。青少年一定就係精力旺盛，甚至乎可以講係精力過剩嘅。嗱，無奈本澳一啲青少年嘅活動場所咧係唔多嘅，咁所以亦都有啲青少年投訴就係話，佢哋去夜場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無處揮灑佢哋嘅精力或者講係活力，所以喺青少年活動場地少呢一方面，其實會唔會助推到青少年去夜場呢個問題咧？咁問題應該點樣去解決咧？陳議員，你覺得？嗱，其實咧我都收到好多年青人嘅一啲投訴嘅，其實佢都係投訴緊我哋個社會同埋政府啦。佢話咧係唔夠運動嘅場所俾佢哋嘅。咁我哋睇翻咧，亦都的而且確嘅，因為你一小撮人咧，可能已經佔據咗個場地1-2個鐘頭啦。咁呢一個問題咧，我已經收到唔少嘅個案。但係我哋要考慮一個場所嗰陣時咧，我哋要考慮幾方面。第一就係話動態嘅青少年，我哋係需要一啲運動嘅場所。但係我哋亦都需要一啲靜態嘅青少年，唔係話淨係全部都做運動嘅。有啲佢好中意咧，靜靜地睇下書啊，聽下歌啊。咁呢啲咁嘅場所，我哋亦都係唔足夠嘅。我覺得政府咧應該要喺呢一方面咧，要設想下動態、靜態都要諗。而家現時咧澳門咧就好似好多圖書館咁樣，但係而家圖書館咧就好多係好細嘅，零零散散。我哋希望咧即係一個大啲嘅一個綜合嘅，因為政府都講咗好耐啦，會有一個中央圖書館，但係咧講咗好耐都仲未出台喎。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呢個需要咯，入邊可以多啲品種俾一啲青少年可以去參與下啲書籍啊咁樣。咁同埋咧嗰個開嘅時間啊，現時咧都係去到8點鐘就閂。咁有啲屋企嘅居住環境亦都未能夠可以全部俾佢哋可以靜靜地咧讀下書嘅。
咁係咪可以開夜啲，俾啲青少年可以去温下習咧？咁即係我覺得兩方面都係需要咯。再加上咧，你可以去到夜晚啦，你可以睇下我哋好多嗰啲快餐店嗰度，都見到好多嗰啲青少年咧幾台咁樣自己喺度温習嘅。咁喺呢啲問題咧就反映咗我哋澳門係需要一啲靜態啲嘅場所咯。可能佢對夜場嗰個概念亦都冇好釐清啦，因為有啲 KTV 佢係有規定一定嘅年齡係入去嘅，咁可能亦都有一部分嘅，例如酒吧啊，所講我哋泛概念上面嘅呢一個夜場咧，佢似乎有冇一個年齡嘅界定？喺呢方面可能大家無論係商家也好啦，青少年也好，可能都冇一個好明確嘅指引。其實佢個法律咧就係話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唔能夠進入去卡拉 OK 嘅。不過而家個問題就係，如果佢係真係進入咗咧，有人去查咧，佢只係勸喻佢啊，咁你即係要走啦。咁咧而咧冇即時咧俾一個罰單俾嗰個卡拉 OK 場所嘅。咁而去檢查嘅人員咧，只係做翻一個報告去俾旅遊局。咁可能將來咧旅遊局先至會罰翻呢個場所，會唔會罰咧？我哋大概都唔知道。佢話會罰，但係罰都係好輕。我覺得作為一個經營場所咧，佢有責任咧去執行翻一啲嘅法律，即係話政府話唔準16歲入去嘅，咁係咪佢有一個義務去做翻呢個？有個責任，我覺得佢係有個責任去做翻呢一樣嘢咯。其他鄰近嘅地方，我哋都睇到有啲法律咧係唔準賣酒俾某一個年齡層嘅。咁你作為經營者咧，你係有責任去執行翻呢個法律，唔賣酒俾某一啲場所，即係相對就係話。我哋嘅法律係唔準16歲以下入嘅，咁你咪唔好俾佢入咯。咁當然啦，除咗青少年嘅活動場地之外咧，其實現時本港啲關於青少年嘅數據亦都係不容樂觀嘅。例如話防止虐待兒童會就有一啲相關嘅調查發現啦，大概有1成嘅受訪者係未達到18歲嘅時候就曾經被性侵，當中有1成更加有3次或者以上嘅經歷。最年輕嘅係6歲，15歲呢個百分比係最大。女生由9歲到17歲出事嘅風險咧係遞增嘅，所以通過以上嘅數據，我哋可以睇到一啲關於性侵也好啦、虐待兒童嘅個案啦情況都係不容樂觀嘅。係咪代表住其實我哋成個社會嘅過度發展，導致咗我哋家庭關愛嘅缺失，或者講面對呢咁嘅問題啦政府即係澳門咧仍然未有所謂嘅家庭暴力嘅呢個法律方面嘅一啲內容，即係會唔會導致以上嘅情況會惡化呢？陳議員？我覺得咧喺法律嘅層面咧，我哋而家係絕對係喺呢一方面係缺失嘅。我哋喺澳門咧98年咧，我哋已經係加入咗聯合國嗰個兒童公約嗰個締約。即係我哋咧係要實行一啲嘅保護嘅，但係咧你睇翻咧喺呢16年嚟咧，我哋澳門冇出過一啲特別喺保護兒童方面咧有相關嘅法律出台嘅。咁而我哋個社會咧喺呢16年咧已經不斷咁樣變化，社會亦都係發生咗一啲嘅經濟上結構性嘅變化，引致到家庭亦都發生咗一啲變化嘅。係咩咧？就話以前係冇咁多嘅雙職家庭，現時我哋澳門咧係的而且確係多咗好多。咁喺呢一方面咧，政府係要加大力度咧，做得更多嘅嘢。咁我哋睇翻咧嗰個性侵嘅個案點解會有咁多？其實咧可能以前都有嘅，只不過咧大家冇做調查，係發掘唔到出嚟。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社會係發生咗一啲變化，鄰近嘅地方。其實好早已經係有，好多年前已經係有。咁我哋而家睇翻呢個數據咧，都幾震驚嘅。咁我哋睇翻點解會係咁樣咧？我就認為咧係有一樣嘢咧係我哋而家現時咧喺呢一方面，即係性侵嘅呢一方面咧，保護兒童。喺性侵啦、虐待啦，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仲係屬於半公罪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你喺其他人甚至乎警察睇到嘅有啲咁嘅個案咧，你根本做唔到嘢嘅，因為半公罪嘅概念咧就係話你要嗰個人要提出控訴，即係要告，然後你先至能夠可以採取一啲行動。但係往往呢啲人咧都係未成年嘅人，如果佢提出一啲控告咧，咁你就會啦，警方咧就會揾翻佢個監護人啦。咁可能個監護人咧，就係佢嘅父母啦。首先梗係，咁往往咧呢啲性侵又好、虐待或者係對青少年一啲嘅傷害嘅人，往往都係佢識嘅人，甚至乎係可能係佢親密嘅人。咁喺呢一方面咧，嗰個監護人
可能又會出現一樣嘢就話唔去告啦。咁你話點樣可以執行到呢？即係呢方面呢係執行唔到。即係例子可以話俾我哋聽，咁多個個案呢，令到呢啲案例呢係冇辦法。政府冇辦法去介入呢，完全係因為法律嘅問題。而家我覺得呢一方面呢，我哋要將呢啲罪係要定做公罪，然後先至能夠處理到。呢個係最主要一個原因。再加上就係話，我哋呢應該係喺教育方面呢要做更多嘅工作。教育方面呢，喺學校嗰度應該要做啦，同埋家庭方面呢，即係家長呢應該要做。咁而家學校呢。其實喺12、13年咧，我都寫咗一啲書面質詢俾政府，但係佢2次嘅回應咧，佢都係話佢哋有相關嘅一啲教育啦，喺學校已經推展點樣。但我哋睇翻咧，而家嘅教育咧，喺性教育方面咧，主要咧就係喺生理嗰方面嘅比較多啲。咁但係我哋啲後生仔咧，佢會係心理啊，即係心理嘅狀態去做出一啲情況咧，係會比較多。咁所以我哋咧應該喺心理方面咧都要加強呢啲嘅性教育，呢個係一個方面。點解我咁樣講呢？其實性侵嘅除咗係一啲大人去侵犯一啲兒童之外呢，亦都會有出現一啲呢，大家都係未成年嘅人去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行為。呢2方面都係有嘅。咁我覺得呢，呢2方面呢，政府都要採取唔同嘅手段呢，去即係減低呢啲嘅事情發生咯。咁頭先大人嘅就話要法律嗰度要保障，咁喺年輕人方面點解我就話要去教育嗰度呢？即係佢哋要知道自己乜嘢行為係啱唔啱，同埋加上呢就係喺教育方面呢，要教嗰啲小朋友呢就係點樣去保護自己。如果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佢點樣去即係去控訴，點樣去話俾邊啲人聽，可以保護到佢。呢幾方面我都覺得好多功夫要做。嗱，其實有啲媒體咧亦都呼籲啦嚇，喺政府嘅一啲機構上邊咧，可能可以增加一啲力度嘅，例如話設立一啲叫兒童事務委員會。陳議員覺得喺呢方面政府應唔應該有跟進呢工作？我哋要關注青少年嘅範疇咧，當然係好多人都好關注啦，好多團體都好關注。但係最重要一點嘅咧，就係話喺關注之餘咧，我哋政府咧真係要有一個決心，去將我哋現時嘅法律咧去改好，先至係真正去保護到。咁你法律改好之餘咧，就係話仲要去有啲乜嘢嘅監管嘅措施，即係有啲執法力度咧要做到出嚟。而家我哋嘅缺失咧就係在於而家嘅法律都未改好，你叫點做啫？政府咧往往都話我好關心年輕人啊健康嘅成長啊咁，但係咧佢嘅配套嘅法律咧往往就唔做嘅。其實我哋要做嘅功夫係好多。喺法律方面咧，如果你唔將我哋現時嘅家暴法去定得更加清晰，作為一個公罪，再加上係刑法典你又唔去改嘅，咁我問你試問，我哋喺澳門已經實行咗咁多年，即係你話加入咗聯合國嗰個兒童公約，我哋作為一個締約。但係我哋冇改過任何嘅法律，呢16年都冇做過任何嘢，你點樣去交代成個社會啊？咁而家但係最近嗰個報章咧亦都出到嚟有一啲咁樣嘅新聞咧，我諗應該係敲起咗一個警號咧，政府咧係要仲更加要關注呢啲性侵啊、虐兒啊呢啲咁樣嘅個案咧，應該係要更加好嘅處理。青少年係社會未來嘅棟梁，亦都係社會未來發展嘅原動力。咁雖然我哋唔能夠保證青少年嘅成長過程裏邊，全部嘅人、全部嘅事情都係順風順水嘅，但係為青少年營造一個安全、健康、快樂嘅成長環境，係全社會嘅責任。但係呢方面，似乎特區政府仲係任重道遠。好啦，以上就係今期《五萬象》，我係林濤，下期再見。